呢啲係火龍果，呢邊係新種嘅。後邊呢啲咧就種咗3、4年啦，密啲。希望今年結100個果。咁後面嗰度咧就係懸崖嚟嘅，但係唔係咁深，可以落去。落過去啦，呢度沿住啲石頭，咁咧呢有啲野生嘅咩果啊？呢啲咩果啊？百香果。呢個一個咁少，得一個咁少。離開返呢度有，呢度有一個乾咗嚟嘅，暫時啊，睇咩顏色？刨咗皮啦，乾唔乾？